有真侪人爱食这个饼啦、巧克力这的点心，伫咧加工的过程，拢会用到食物油。但是食物油经过高温处理，会产生致癌的物质，所以食药署决定要比较后明，限制食物油的用量。明年的顶半年要开始来实施，到时阵台湾将会是亚洲上大型来制定这个标准的国家。食胖抹巴大。 还阁有好食巧克力，互人一喙刷一喙，但是内面的缩水甘油脂肪酸酯有可能是致癌物。相关的动物实验证实，它有一个致癌的一个效果。在这样的一个2A 等级，其实在食物的等级里面，已经算是高风险的一个致癌物。原来食物油经过200度的高温处理，会形成缩水甘油脂肪酸酯。 有可能会致癌，也有可能会引起肾脏肿瘤、甲肾小管异常。食药署决定比较后明，制定含量标准。食品加工用途的食用油脂，它订定的限量呢是每公斤1000微克。那如果是要针对要来生产婴幼儿食品的食用油脂，那会订定更严格的每公斤500微克。 标准更加严格，也有营利配方食品，每公斤是52克；较大营利配方辅助食品，每公斤是12克。预计明年顶半年就落，加做亚洲首先订定缩水甘油脂肪酸酯含量标准的国家。另外，食药署嘛表示，目前市面上的食品大部分有符合标准，民众免过度担心。